大埔有大樹枝幹冧咗落嚟，壓住一架經過嘅貨車，造成1死1傷。有樹木專家估計係樹架分枝太粗，支撐唔住斷咗落嚟。壓住貨車嘅樹幹直徑大約半米，車頭頂被壓至變形。司機位旁邊嘅跟車工人被困，消防員要鋸開樹枝，以及撬開車門，用咗1個幾鐘頭先至救出呢一個29歲嘅南亞裔男人。佢送院之後證實不治。事發喺朝早10點半左右，貨車沿塘上村入邊一條小路往林錦公路方向行駛，路邊一棵細葉榕，一條主要樹幹突然斷裂跌落嚟。當時架車係行緊嘅，只係行過嘅時間咧，好適逢咧，啱啱棵樹咧就喺嗰一刻咧就冧咗落嚟，砸住嗰個駕駛室嘅啫。但係點解要個幾鐘頭先至可以發覺死者咁？我相信呢方面咧要問一問消防嘅同事啦。咁可能因為大家都睇到啦，移走呢棵樹都係相當困難嘅，棵樹有咁大棵。41歲貨車司機就輕傷，送到那打素醫院治理。發生冧樹嘅呢一棵細葉榕講緊5至到6層樓高，而冧落嚟嘅部分係講緊大概一半嘅樹幹。地政總署事後派人鋸走有危險嘅樹枝，樹木辦話要調查樹幹斷裂嘅原因。初步嚟講，我哋都見到有呢個嘅部分地方係有呢個嘅腐爛嘅跡象啦。咁但係另外咧，可能係譬如架貨車比較高啦嚇，咁所以呢個嘅正確嘅原因咧，實際嘅原因都係喺調查之中嘅。有樹木專家就估計可能係分枝太粗導致斷裂。佢嗰個接口位嗰度咧，即係好似個人個較位咁樣咧，嗰度就唔夠力去支撐嗰條橫幹嗰個重量，所以咧佢就跌咗落嚟。冧樹屬於地政總署管轄，署長凌漢豪話會調查意外責任誰屬。無線電視記者鄺澤恩報道。